头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为天为大，为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众心人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形，运行日月；大道无名，养养万物，无不知其名。想名曰道。清净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实际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1章第20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看齐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和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分。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因之谓丧失”，克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信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清净应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52，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不守其母，莫身不在。皇父训子失业，三业为道如尊我如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界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佛与自性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不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17:21，道德经混成章第25，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七辽兮，独立而不逮，周行而不殆，何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四之曰道，常为之名曰大。大曰始，始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1:1，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25，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上帝道真理。老母娘慈训明灵义电光，上帝赐而珍宝藏无量慈怀传。
指清虚大化救人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不贤良三界法语慈云不十方共母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言明上帝圣号之意以明是代表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一尧之大仁，虞舜之大巧，夏禹之大功，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大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目之精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虚通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井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毫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百中。无量心虚平怂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从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净供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尽虚通遍法界无所不在。三界28篇图外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所以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时，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字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上帝具有形上义与形象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
三金界蛇十方金万蛇灵真金载至尊至圣无量心居言其本体尊崇其位境共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见故恒用在不无言为万积极轻松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子与母同音神意。字情与父母字相近，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家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是空，有用无体乃实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片拉直后乎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90度，表示天天灵性之母。天天母乃万灵主宰，灵性之母心无形，永有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情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众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色标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兄兄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庆，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灵下处。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心。书经汤道为皇上帝，相中于下民，若有恒性。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提卢遮那无生等法华文智慧本法身如来名提卢，此翻译片一切处。禅经一问品，若悟无生论法，见西方只在看摩。大日经书印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从16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今法身如来逆复如是，故以为欲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好得因柔物妄成，先天理生，及其了息，无力而不改，风行而不败，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点月教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五点回教阿拉真主。如荷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灵明上帝无量心居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真如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夜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663。
真主古兰经，它是真主，是独一的主。在新春的开一始呢，我一们能真主够齐聚是不出万恭喜，真的物所是非仰赖的。常的开心，还有温暖。它是的不生， ，Sample 告诉也不我们要被生。三不离，不离道场，不离经典，不没离善有任知识。何平常物可我们也总以说要与常回家它匹看看，敌。所以我们要常回来神韵山，让真老婆娘神道看看。上帝山生寿天命的浩在他荡，阖头，家欢喜这乐融生命融。就是好，人那我的光，们等一下内祈光福仪是式会真分成光， 2阶段照哦，亮会一先恭诵切生祈在世祈愿上的文，由人。这前人、不等前人人不带领我是们从祝血气颂这个生的，弥勒救苦不真经是从情仪式。欲好，再请生的，也不诵回向是从文。人意那接下生的，来团拜乃的这是个仪从式。上帝生的道，团拜成了结束之肉后，前身，人会发住送在我蛇年吉们中祥巧间，福，祝福大充家充脾气满满毛病的有拢总体，恩典，道心有道路真理。蛇进来。约翰福音好，那我们现在新春团拜仪式就耶和要开华始。耶中和华民华国114年岁次乙巳正月初一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永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里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宰。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由一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者着我于家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要谈到国家所言正法典藏灵山柳之进行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图玄牝宿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弥目亮目米木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改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这根足没有经过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
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一无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无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作令所，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当护持。古登会元卷1佛释迦牟尼佛著僧伽梨比丘3之一，华译为众句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矣。三无度世，足以袈裟遮为，不令人见。会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会能曰：不是本心，觉法无异。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国。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又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改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改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
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沿不走正门，进入四生六道。胎生二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匹马与蚊虫之类，冥顽公气天神不其在世投胎为人，认母归根修道，目的在于苦的乐为有认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上玉田关，永脱苦海。母自垂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他身难报，重如山恩四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草灾，上操祖，下应孙权平师弟，最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十戒第7戒，不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木砍莫得，可兰经文难了死。祝拜真师反尧西爱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全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五前卫严谨。祝拜公堂早归根4点是家谋明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这5点孔老夫子雄神之化之奇旨，并进安律见本人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3绕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礼，得了跳庙回老家务又本末，是有终始之所牵口，则应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然勿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连老母娘的奥妙倒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其百。曰：何其欲下且？曰：在瓦器。曰：何其欲甚且？曰：在始。逆。东郭子不听。庄子曰：夫子之问也，不其直。正或之问于天是律其也。每下狱况，汝为莫柄，无夫陶物，只道做事，大言亦然。周天前3者，一名同时，其之义也。庄子之北游第22老母娘的心声，第3山坡母子里乃不得已。皇母训子10戒1戒，亦当初天未分混沌，未看妙明明无人，或空空一环有6亿人佛子天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天兄弟天姐妹生来爱，随母来随母去，不于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横青龙画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暇不是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天袍，点琼将玉，你穿的是耕耘鞋，真衣千山。
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尽尽而精通，外化万类根源。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令七国治理坤乾，万八在计数，并天使成就，又在指头会满意，是完全清气，升为天坛布至星斗浊气，降名为地湖海山川，至灵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地之本，无极性太极洞皇及坤乾老母娘的心声。三、道极理比其道虚灵之妙，道生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散万殊哉，自无著有其奥妙，是神天地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间，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有六子七将，凡天屡次的差援国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就三山多同罪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石其来洗澡，趁机会牵一携收为礼，天众佛自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天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源子呼唤耳众等数东三莫要在脸如若是天一邪妖女二等耳哪个亦不肯在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之中国子，可引清泉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其末大开普度听烧书心计性轻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也乃未收恶上血泪以余叹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莫别时其把握经片教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见解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金龙化彩凤无量尊严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乘其金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无惧寒，无惧暑，无数无环，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下士温谷，无居无处，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环理气。理天以教拨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辖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前，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不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米，穿的是穿云鞋天衣天衫，吃的是仙桃鲜果，喝的是琼浆玉米，穿的是天衣天鞋。仙桃果含桃之果实，
南之三天子，曰韩母。故帝内传7月7日，西王母将，以千桃复托与帝。第10则收其则，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冬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其为圣域至善保定，静而因通万法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保定，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静，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系数以道为母，我命七国治理。坤乾一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壬，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10800年。一元共122600年，七国治世。三国收元，七国自治南方是爱国6000年，北方生玉国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下三春国3720年，西方有长庚国7080年，即10800年。陈会西北方东吴国5284年，东南方龙野国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即燕国5800年，伏羲是代帝国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国收元，然登楚国亲杨齐。掌天韩，莲子会世家文国弘杨齐。掌天韩，灵山会弥勒古国白杨齐。掌天韩，龙华会万八在气数无边始成就，又在子丑会满地始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替地10800年。地完全智慧会数景，至至元满度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亥会重回混沌清气，升为天坛不至星斗浊气，讲名为地土百山川清清之气，上升格为天。满天不满者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众浊之气，下降格为地。大地为众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海山川，此为上界所居之处。至宁会天地交日月和正会阴阳和阴均，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替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汉。寅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别相交替，阴阳阴均而愈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地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以理体及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
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居零，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地图象棋，生化5万点。天地成地地利，万物其北东土地，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北，这就是上天。亦称娑婆世界、贪土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世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烟，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劫为母，我无奈之苦，方舍我救六子七降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施教，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9、6人胎国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开元国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示范。于是老母娘每次开遣元国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就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解救三山多红罪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解救。在三山多红罪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一个大天池期来洗澡，趁机会天衣携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天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天衣天鞋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天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偏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天衣天鞋，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而众等度公分莫要再恋老母娘，因为要与众人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里天之舒适自在。如若是天衣携交与二等而下这一幕，惨在是银残老母娘若把天衣天鞋交给原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和影星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公子脖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万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掉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
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原答：3期末打开普渡新烧书新记，请亲入佛园。老母娘回答说，等到3期末节大开普渡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人开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将将印书王母劝子持戒以及天国圣训都是王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听由一悲声大放为母，我也合同不语。黄人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人开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人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原佛子东土而登至世界为男女在一人间，从此王母之缘开佛子便向东土登时而去，显智力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登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鞭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常理白骨通师名利无煎熬，安的咸鱼不。至今时须只算6万年，才每想儿在世父母亲难安，自三山坡一别到现在，须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营会生人以来，至今为之初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万多年，今时下运以至为母向导开3佛半末后普渡收圆，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原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3佛带领末后一着的普渡收圆。3佛燃灯普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于这里时修一理，不依人修道，认指真依人亦出错，依理是良心2行功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结顿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心虚儿的柔和明净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归应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记录母的永垂不朽北尊与分身关系。资料来源网址印度道亲呢，印度人呢，你看
印度人呢？你看你看，印度人，那你又长那么大了，90年代看到，现在113年，114年，长大那么高了。对。好像你中文本来就讲得很好啊。对，谢谢。可以来这里来台湾学的哈。对。好厉害，好棒啊！可以学得这么好。华姐，我们拍一个。好。前人了。好。印度人呢？印度道亲啊。有，他坐在那门口，唔係要去地鐵。等一下，在这里等，在这里等，在这里等就好，要过来。有。都没有。马讲师。马讲师。来的时候前人，我开班都有来。原来前人在关心马讲师的呀。这种，嘿，好棒啊，嘿，好棒啊。哇，哎，好东西花财金啊，对，花财金啊，哈哈。那衣服要穿过了。道亲，印度人呢？印度人都来到佛堂，大年初一都来拜年，前人要送给他们红包、吉祥物、发财金，哈哈印度人，印度道亲，好，好棒，欢喜，大家欢喜，有啦，我要早一点来，发财金，发财金。来这里注意听。他们都听得懂，只有他们对他现在听得懂，他的女儿可以。你听得懂吗？可以听得懂，听得懂，他是在读书的。好。印度人，印度人，你看前人呢，从前啊，印度道亲啊。印度道亲。哎，对呀，拿零钱来这边布施。
山庄也有算法，前往那里南乐高。九龙半母兔啊，然后神龟护书啊，龙马护兔，龙龟、神龟护书，有图有书啊，你看有龙马有龙，有神龟啊。神元山庄也有算法，在台南一水道水路径，木村头神国分会水路径。
初一啊，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台拜那个走春啊，来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来拜年了没有？拿到红包呢，发财金哦。要看到李洞宾先祖、法力祖、纯阳祖师，李先祖要跪着，要在台下跪着，这样台才能看得到全部，看到脸部。还有印度道经，另外印度道经，经理红包里面也有，你看，鲜活的磁性呢，可以刮一刮，你才看到那些字哦。你看，结缘100元呢，结缘的嘞拿了桶子回去可以存钱呢。你看这边来的，甜心们很用心的做了这么多。你看做的这么漂亮。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好棒好棒！你看大年初一，大年初一，你看早上虽然很冷，现在变阳光普照，你看佛光普照，你看亮起，正亮起。走春啊，来神元山庄义和圣堂。下人去，身体健康哦，新完山庄义和圣堂。还有印度道亲呢，印度人的道亲哦，都来求道，很早就求到了。印度人的道亲来山庄拜年，成全人还很慈悲的成全他们吃素。好棒好棒！本来贴很多那个得奖。你看，连那印尼外的都来，有印尼外的，你看有印尼外的。
岁年。神元山庄亦有盛况，大年初一团拜的日子。神元山庄亦有盛况，众志爱心会。大年初一团拜的日子，还有你看，苏祠研流会，九龙干嘛？神龙马护身符，神龟护书，河图洛书啊，还有气垫乐园，小朋友喜欢气垫乐园，恐龙啊，海豚啊，好香好香哦！这个香香的味道是怎么来的？研流会的研流会。你看用抽水机还有那么多沙，挖出来，到那个进水口，这样比较快。用抽水机还要装，还要你看那么多沙了、蚊子把杂物也会造成那个风水用这样舀水灌溉比较快。这个里面那个厨余加那个南瓜厨余加那个种子啊，菜的种子啊，番茄的种子啊，你看这样灌溉有潮湿啊，厨余让有湿气，有营养有湿气，容易发炎。
但是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我对于天无所蹈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有违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予所否者，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为天为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补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众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形，运行日月；大道无名，养万物，无不知其名。讲名曰道。清净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实际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1章第20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看齐天不同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分。General 1:1. 起初神创造天地。General 1: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General 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General 1: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General 1: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心居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灵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音之谓丧失”，特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纲第52，天下幼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不守其母，莫身不在。皇母训子失戒，三界为道如尊我如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界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活，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活于自性活，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17:21，道德经混成章第25，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医疗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常为之名曰大。大曰始，是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欲诸有自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这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1:1，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25，皇母老母
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颠覆天上的父业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上帝造真理。老母娘子训明灵异变光上帝赐而真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指清虚大化救人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不田良三业法子慈云父十方父母朝母娘万灵归真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无名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明上帝圣号之意义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慧，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即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照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人本具一本性良知，如一爻之大人，虞舜之大小，夏禹之大功，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信，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道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行直，关圣之刚正，纯阳之居民。五木之精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居通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但为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井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无量清虚形容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信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尽居通遍法界，无所不在。三界28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但为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
万化的真主宰。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时，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子为代表，其寓意如同明明上帝具有情上义与情上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三界十方幻灵真载至尊至圣无量心居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见不恒，用在普福言为伴其及其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子与母同音同义，自情与父母自相近。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家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其用和一为母，有体无用则是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其体即用即用即体，其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后忽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95，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万灵主宰，灵性之母，心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情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众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色妖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性，诗经小雅明明上帝高临下土，大雅上帝临汝足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中于下民，若有恒性。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生等法华文句为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安与现一切处。参经一问品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帕罗。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现名之意也。从16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今法身如来亦不如是，故以为欲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理生，即寂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何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古典回教阿拉真主福和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6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心虚世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真如胡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如胡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2他不生，也不被生。1123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1124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491314耶和华 Yav, 耶和华 Yav/Yahweh/ 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里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载。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以分为2，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nbharati, 的所果瑜伽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或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祖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教谈到国家所严正法典藏灵山柳枝定庭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做人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符独玄净主妙之门等等，
回教所言阿弥目、亮目、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过失起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族没有经过国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国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主厅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作令所，以僧协离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当护持。吾登会元卷1七国释迦牟尼佛著僧协离比丘3之一，华译为众句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现国家元首重臣时所颁的正法密传会能于会祖以三不入世，足以袈裟遮为，不令人显。未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外法不离自性。遂起主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举足和其自性本不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谓会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语，做事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The lamp in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in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安。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门叫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会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前不走正门，进入4生6道。胎生二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肚脐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唯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官，永脱苦海。母自垂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四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好灾，上超祖，下应孙权行师力，这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十诫第7诫，不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不欲一点木楷墨的可兰经文，难了此。素拜真师反尧西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全真理，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贤惠严谨。素太公常早归根4点是家谋迷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求神之化之其旨，并敬安律见本人古人云白藕日夜红莲花。3小人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礼，得了跳庙回老家务又本末，是有终始之所先后，则敬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耽误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连老母娘的奥妙道在此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其百。曰：何其欲？下且曰：在瓦砾。曰：何其欲甚？且曰：在始。你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古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天是律己也。每下狱况，汝为莫必无乎陶物，只道做事，大言亦然。周天贤3者，一名同时，其之义也。庄子之北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3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皇母训子失戒，1戒亦当初天未分混沌，未判妙明明无人，或空空一环，9一人佛子，天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天兄弟天血，每生来伴随母来随
母事务于身边，及各国人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画彩，共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暇无事任遨游，天天要请们眷来，或下棋，或将平谈，吃的是仙桃点琼浆，日益穿的是登云鞋，千衣千衫，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题为圣欲至善宝，毕竟而精通，万法万类根源，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国治理婚前，万八在气数，并天使成就，又在子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降临为地土海山川，至明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均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体之本，无极静态及洞房及婚前老母娘的心声。三道即理体及道居灵之妙道生一生二又生三，一本散万出来，自无入九其奥妙，是神仙亦难尽言。天即成地于力，万物其北东土，无人间。缺少女男纳时节为母，我无奈师傅方舍我有6子7将，凡天屡次的开元国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铁九三山托红对了菩萨，我南设一个大天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天一邪收回礼，天众国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天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耳众等速东三莫要在脸如若是天一邪教与尔等耳，哪个亦不肯在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盘地冷个了失踪国子，何以清泉众国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其末大开普度，清烧书听地信清度国人，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别乃未收恶煞，血泪以于探子归，需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期，把握经片照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不龙华，及各国人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画彩，共无量尊严，在理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夏至温补，无虚无数，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环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眷来，或下棋，或将平看前，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
礼天之幸福恩怨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米，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米，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实周济东海有山，名五所山，上有大桃树，蟠吃3天子，曰蟠母。故义内传7月7日，西王母降，以仙桃4颗与地，第10折收其核，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其为圣域至善宝镜应而精通万法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相遇。此地至虚至静，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剃树以道为母，我命七国治理婚前1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壬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昧，会色及万灵800年。1元共12万9千600年，七国治世。3国收元，7国治世南方是爱国6000年，北方生育国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下山春国3720年，西方有唐僧国7080年，即10800年。陈会西北方空谷国5284年，东南方龙野国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祭天国5800年，伏羲是代理国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国收元，然东古国清阳旗，掌天坛。莲子会释迦文国弘扬旗，掌天坛。灵山会弥勒古国白羊旗，掌天坛。龙华会万阿在气数无边始成就在止丑。会满意始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替地10800年，地完全智慧会数景，至世圆满。母会人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快会重回混沌精气，升为天坛不至心斗浊气，降名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不满者何叹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合，照会阴阳合阴均，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替地，以完成阴阳2气之分判。寅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别相交替，
阴阳阴均而日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要开地之本无极静态及凤凰及坤乾，此即是先天要体开天地气之本源。无极主静，属顶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体及道居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无。意图让其生化5万点。天既成地，既理万物，其北东土地，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北，这就是上天，亦称多国世界堪布世界土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世界非创立之否，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邪为母，我无奈之虎方舍我有六子七样，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11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有6人开国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开元国东土，而再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番，于是老母娘每次开显元国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造也，有3山多红碎了菩萨国，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铁酒，在3山多红碎了原本就是活菩萨的原开国子。设一个大天池期来祈祷，趁机会先衣邪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天池，好让大家一起来祈祷。趁机会将大家的先衣天邪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请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天衣邪，可在哪边？众佛子就请之后，偏偏不到老母娘，又不见天衣天邪。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耳，众等速公僧莫要再敛老母娘，因为要与众人开国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出世自在。如若是天衣邪妖与尔等儿哪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若把天衣天邪交给原开国子，
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绝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吃粽果子，则引心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粽子果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果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大家还众果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药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渡清烧书清寂庆清度国元。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大开普渡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祭庆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开国子，告一回家之度，将将禁书皇母训子十戒以及天国圣训，都是皇母烧书庆度化国子众生。众儿女亲由一悲生大放回母国写和同步语。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缘开国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国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缘国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元国子东土而分治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焉。从此，皇母之元开国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点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地人间烟火。母子奔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国子受尽熬天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国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帝白骨宗师名利无煎熬，安的咸于物。至今时只算6万年，载美想而在世苦，母亲难安。自3000多亿劫到现在，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因会生元以来，至今未知突，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想起众国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又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万多年。今时夏日已至，为母降道差3国半没，后普渡收元，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元国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3国半里末后一着的普渡收元。3国燃灯古国、释迦牟尼国、弥勒国。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阵里时，修一理不依人修道，认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理是良心，2行公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结顿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人。
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心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契入母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资料来源创制。印度人呢？印度人，印度人哦，你看前人呢，从前呢，印度到今呢，印度到今，哎，对呀，拿零钱来这边付出，所以它这个莫过一走，某一个没有在家，以后没有，以前有，以前还不修，那地方都没有修，那地方搞他都本来要修州，要修汉，修那个修过，他修没修过，对按照九那个修，都是华丽显的，他修都是那个好修，那个修，他这些修都理解修，刚才的话，那地方在修修那所谓正常。我这修下到对不？我这个心所谓一直开始，我这个修他是为心不一起，所以呢是心和修心，和修心。他为什么要办道？因为天道这是一段灵魂的机会，虽然有几十年多久不到，但是我们的人生生命无常，人生生命无常，
山庄也有圣堂，前往那里南乐高。九龙半米出来的喏，神龟护书啊，老马护兔的龙龟，神龟护书，有图有书啊，你看有龙马有龙，有神龟。神元山庄也有圣堂，在台南艺术大学附近，木山头是国风国区附近。
田仙们很用心的做了这么多。好用心的，你看做的这么漂亮。陈元山庄义和圣堂，哦，好棒好棒！你看，大年初一，哦，大年初一，你看早上虽然很冷，现在变阳光普照，你看佛光普照，能量很强，正能量很强。走春了，来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哈人去，身体健康哦，新完山庄义和幸福。还有印度道亲呢，印度人的道亲哦，都来求道，很早就求道了。印度人的道亲来山庄拜礼会成全人类的慈悲，会成全他们之事。好棒！本来贴很多那个得奖
有圣堂，大年初一团拜的日子。神元山庄也有圣堂，众志爱心会。大年初一团拜的日子，还有你看，还有苏池研究会，九龙半马，神罗马护身符，神龟护书，河图洛书啊，还有气垫乐园，小朋友喜欢气垫乐园，恐龙啦、海豚啦，好香好香哦！这个香香的味道是怎么来的？源流会的源流会。谢谢源流会。你看用抽水机还有那么多沙挖出来，不然呢到那个进水口，像这样比较快了。用抽水机还要装，还要你看那么多粉沙啦、粉尘啊、杂物啊，会造成那个抽水机工时效率，这样舀水灌溉比较快。在这里面那个什么厨余加那个南瓜或者厨余加那个种子啊，菜的种子啊，番茄的种子啊，你看这样灌溉有超时啊，厨余有湿气，有营养有湿气，容易发炎。
那太容易了啦，哎，别乖。看到好看。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本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有违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举所有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夫。为天为大，伟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先补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众心人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形，运行日月；大道无名，彰讲万物，无不知其名。讲名曰道。心静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自己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1章第20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看齐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
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翰福音1:3，圣经创世纪1:01分。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根来名上帝无量心之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根来老母娘，名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名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对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信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天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52，天下幼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不守其母，莫身不在。皇母训子失戒，三戒为道无尊或无尊，深刻质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活，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造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天主国与自信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17:21，道德经混成章第25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其西辽兮，无力而不改，周行而不败，所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次之曰大曰始，是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欲中有自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冲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1:1，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25，黄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黄母颠覆天上的父业，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上帝造真理，老母娘子训明灵意变光，上帝赐而真宝藏，无量慈传一指，清虚大化，救人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不贤良三业法，与慈云护十方。众母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明上帝圣号之意义，明是代表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也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即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照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辟谣之大仁，虞舜之道巧，夏禹之大功，文王之道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定，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道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关圣之刚正，纯阳之居明，古木之精忠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性知通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泛为天地，小而无内，
进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相快星辰，白云彩虹，玉露霜雪，一花一木，一毫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心海中。无量心之形容灵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崇其位为至尊智慧，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三界28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所以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要尊称为无生老母，所以母字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上帝，具有情上帝与形象意，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见不恒，用在不无言为范积极轻松其大说明，其相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义，字形与父母字相近。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家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是空，有用无体乃至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乎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90度，表示天灵性之母。天母乃万灵主宰，灵性之母心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情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众生阴阳同质心，代表真如本心的标。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帝、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请。诗经调雅，明上帝昭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听。书经汤道为皇上帝，降中于下民，若有恒性。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提度遮那无生等法华文智慧本法身如来名其足，此番以现一切处。三经于问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亦云，梵音提度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现名之意也。
同16曰所谓其独纳者，日也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故以为欲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理生，其医疗机独立而不本，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字典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颠覆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古典回教阿拉真主乌荷兰经卷一共大人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心居至尊至圣三解十方万灵真载。真如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日除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11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如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亿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2他不生，也不被生。1123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1124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491314耶和华耶和华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永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里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载。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以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者着果于家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所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孔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15要谈到国家所言正法典藏灵山柳之中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图玄镜众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弥目亮目米木垂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的根足，没有经过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汝低头。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曰默然，为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昂，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应摩诃迦摄分作令作，以僧协离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当不识。古登会元卷1佛释迦牟尼佛著僧协离比丘三一之一，华译为众智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众正法密传。正法密传会能集会祖矣。三无入世，足以袈裟遮为，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主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主之物本性。会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in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in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
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国家前不走正门，进入4升6道，胎生二牛马晚生眼鸡飞禽之类吃生口食虾水族之类化生骑马以为水族之类化生骑马以蚊虫之类迷蚊虫之类迷丸公祭天神助其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官，永脱苦海。母自垂武，教皇母慈是对恩师一指点发身难报重如山恩似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草灾，上操祖，下应尊，全凭师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十诫第7诫。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木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祝拜真师反摇西2点耶稣基督圣经通是全真义。赞美诗词或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000位严禁。祝拜公常早归根4点是加谋迷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就5点孔老夫子忠臣之话之其旨。定静安律变本源古人云白头日夜红莲花。3角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信体，得了窍妙回老家悟就本末，是有终始之所先后，则信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然吾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连老母娘的奥妙道在此逆东坡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坡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皮。百。曰：何其欲？下且曰：在寡。亦。曰：何其欲？甚邪？曰：在使逆。东坡子不应。庄子曰：古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先是律系也。每
夏日况，汝为墨笔，无枯陶物，只道做事，大言亦然。周天前三者，一名同时，其之一也。庄子之对周第22老母娘的心声，13山托母子礼，乃不得已。皇母训子失戒，一戒亦当出天位。